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名阿优。今日这集吼，咱要来算5题甲批性有关系的选择题，看你拢总会晓几题。若是想要考台语认证的朋友吼，嘛会使练习看卖，凡说对你的考试有帮助。安尼大家准备好了未？开始头一题，今仔日我去邮局创啥？排队排要1点钟，请问空格的所在无适合写倒一个动作 ？A. 寄钱 B. 寄批 C. 食牛肉面，倒一个动作通常袂伫邮局做咧？答案是 C. 食牛肉面。寄钱吼是夹钱欠入去口做的意思，欠钱啦。寄批吼是夹批寄出去，拢是会当伫邮局做的代志，无唔对。所以答案就是 C. 食牛肉面。过来第二题 ，Emily 今日心情足欢喜，因为伊收到介意的人写予伊的啥物？空格的所在经倒一个词较适合咧 ？A. 情批 B. 笑单 C. 收据，互大家3秒钟想看卖。A. 情批是情书 ，B. 笑单就是账单的意思 ，C. 收据就是收据嘛，所以当然嘛是收到情批会较欢喜，对无？答案就是 A。第三题，你这张批若是要赶紧寄到位，就爱寄啥物较紧？空格的所在经倒一个词较适合咧 ？A. 普通批 B. 限时批 C. 通批。来想看卖，寄倒一种批会寄较紧到 ？A. 普通批就是平信的意思 ，B. 限时批就是有加收限时费，通常会比普通批较紧到。C. 通批是有咧写批来往的意思，是动词，唔是名词，所以答案是 B. 限时批。第四题，我甲消息写伫啥物顶悬，记好势，录入去啥物内底，带邮票，才搁录入去啥物寄出去。内底有3个空格吼，迄3个空格内底的词，倒一个选项的顺序是正确的咧 ？A. 批笼、批桶、批纸 B. 批纸、批桶、批笼 C. 批纸、批笼、批桶，听到敢是有淡薄仔灰煞煞？不过吼，其实真简单，批纸是用来写批的纸嘛，信纸的意思啦。批笼是底批的批壳，就是信封。啊，要讲批壳嘛会使啦。批桶吼就是收批的桶啊，通常是青甲红的，嘛会使讲吼批筒，也是邮筒。所以正确的顺序是 C。安尼敢会晓啊？第5题，写电子批的时阵，若是标题有写 RE， 通常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对方的回批 B. 叫你定写 C. 转寄电子批就是 email， 通常标题的 RE 意思是英文的 reply 回复，也是regarding 甲啥物代志有关系的意思。那转寄通常是写 FW， 也是 FWD， 是 forward 的意思。所以答案就是 A。以上就是今仔日5题甲批性有关系的测验，你拢总着几题？留话甲我讲好无？啊，这题目应该拢无介困难，希望大家对批性相关的语词有更加了解哦。你若有喜欢我影片，请你持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是下骹的超级感谢就会当甲我支持啊！安尼咱这集就先讲到这，多谢努力，拜拜。